係梁肯寧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依然係陽光普照、藍天白雲，能見度良好，各區高溫有33度左右。喺衛星雲圖上面見到香港附近啦，都係晴空區。中國東南部天氣普遍晴朗。咁再望遠一啲，見到菲律賓以東開始有對流雲團發展緊，值得我哋留意住。轉睇11點鐘嘅氣溫係29度，相對濕度77%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天晴酷熱，氣溫介乎喺28至到33度，新界再高2度，吹微風。展望隨後2-3日天氣酷熱，但亦都有幾陣驟雨。預料有熱帶氣旋會喺菲律賓以東海域形成，下個星期嘅中期驟雨增多。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介乎低至到中嘅水平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2，強度屬於極高。跟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天晴，澳門天晴，廈門多雲，台北落雨，上海天晴，北京多雲，瀋陽雷暴，首爾落雨，大阪天晴，東京多雲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落雨。胡志明市落雨，馬尼拉落雨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天晴，威靈頓明朗，奧克蘭驟雨，孟買落雨，新德里落雨，卡拉奇落雨，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落雨，多倫多明朗，芝加哥雷暴。倫敦多雲，巴黎落雨，法蘭克福多雲，蘇黎世天晴，阿姆斯特丹驟雨。關心一下美國東岸嘅天氣啦，一輪熱浪之後，終於有及時雨。咁天氣圖上面一道冷鋒系統橫跨中部多個州份去到東北部，為密西西比河至到大西洋中部廣泛地區帶嚟降雨。喺預報圖上面見到，短期內冷暖氣團交匯所產生嘅明顯雨勢同埋強對流天氣，預計普遍降雨量接近50毫米，會引發部分地區水浸。咁專家預測8月份再有新一輪嘅熱浪天氣。天氣講到呢度啦，各位晚安。